来继续来看故宫博物院，伫3年前来推出着博物馆教具箱，得到师生的好评。今年更加甲台湾乐托基金会来合作，甲这个故宫的教具箱，甲带入去南投的校园。学生穿着亚洲各国的服装来做服装表演，为小朋友来提供着更加多元的学习的资源。 故宫博物院的教具箱来到南投县新开发的香菜会头一摆开箱，中寮乡永康国小学生嘛穿亚洲各国服装伫表演，认识到外国的传统服饰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体验。 试穿他们的这个传统服饰，在巡回的展出过程当中，学生可以学习到里面的一些传统文物的使用。为了更加有效将这个博物馆的教具箱送入校园，故宫博物院今年结合两个基金会，透过爱的书库平台，打造全新的文化艺术通路，让我们呢更加的有系统、有组织，甚至于快速的达到我们距离上的一个克服。 这套教具箱捌得到2021年德国 IF 设计奖推出了，受到师生的介意，希望讲会使提供学生更加多元的学习资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